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嫁不出去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过着我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做着我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成为我自己喜欢的自己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倒是你哈，博士，你应该担心你自己。就你，个性软弱，天性多疑，经不起打击，情绪不稳定，三脚踹不出一屁来，拉不起还放不下。告诉你啊，人生要么活得轰轰烈烈，要么就彻底平平淡淡。就你这种温开水的性格，你还过个什么大劲呢？我觉得咱俩有点跑题了吧？我是来邀请你参加同桌的你主题 party， 你老舍我干嘛呀？你现在跟我说吧，你到底能不能来啊？有女的吗？这一大 party， 光是大老爷们儿，这开不起来啊。那不去了。嘿，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？但凡有女的你就不来，是不是？嗨，我就这样。不是，太凉了，照顾好自个儿。老婆，郝基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觉得你太高兴了。这么多年没见过。老婆，这位是？他就是郝基，我的初中、高中的同桌。你就是郝基呀？你好，你好。很不好意思，让你白跑一趟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你干嘛？人家今天是同桌的你，他是我的同桌，他当然应该在这儿。你是冒牌的。啊，很不好意思，让您白跑一趟了，您可以回去。来这儿坐。这里哈。那谁啊？那个把衣服脱下来，我来。干嘛呀你？没看我正忙着吗？你为什么还不给我找我？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你妹！你跟麦克一个床上睡了这么多年，翻云覆雨了这么多个回合，就不能和平的友好？